对不起。你也付不起啊，这都能给你撞到。我说你还真是。而这样的伤害，我每天都在经受。哎，雨熙啊，今天来这么早啊？还是。哎，你戴个口罩干嘛呀？我戴个口罩怎么做生意啊？赶紧给我摘掉！店长，人家这是自知之明，真丑呢。哎呀，还真是，戴个口罩像样多了，要不就戴着吧。